线上的佛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荣松佛教频道。在节目开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为我们点赞分享，谢谢大家。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3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马，是今天的主持人。我们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澳洲的泽仁扎西堪布，欢迎堪布。堪布在1976年出生于西藏的扎曲喀，16岁起堪布开始学习传统的五部大论，后来依止在根本上师大堪布贝玛财旺法王还有居家尊者的上师座下，得到很多佛法的教育。堪布在2010年正式去台湾学习中文，在这期间堪布也写了一些书籍，主要是天使看不见走向世界的西藏牧童。最近堪布也以藏文翻译了六祖坛经，这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六祖坛经介绍给藏人世界的一大壮举。堪布现在安居在澳洲蓝山，也是我们慧伦藏传佛教协会的指导上师，同时也是我们荣松佛教频道的发起人。我们第二位来宾是来自于台湾的谢义师兄，欢迎您，谢义师兄。师兄于9岁赴尼泊尔、印度两地学习藏文和佛法，并在22岁那年回到台湾。师兄主要是学习宁玛派敏珠林传承、噶陀传承以及直贡噶举传承的法教。谢义师兄现在任职于台湾噶谦佛学会，负责藏传佛教法务以及藏汉翻译的工作。那我们今天第3位的嘉宾也同样来自于台湾，他就是我们的玉启师兄，欢迎您，玉启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玉启师兄在14岁那年，由噶玛噶著的贡嘎仁波切带领到北印度智慧林学习，为期半年。师兄在2013年开始接受噶谦仁波切的教授，并在14年底担任台湾噶谦佛学会的秘书长。玉启师兄在2016年秋天到2020年春天之间，在纽约的卡马林闭关中心，在堪布卡达仁波切座下完成了噶玛噶著传统的3年3个月闭关。再次感谢3位嘉宾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我们今天的分享会。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围绕着我所认识的佛法。我们今天的3位嘉宾，不管是在学佛背景、生活历练，或是在修辞的经验，都是极其丰富的。那么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和他们聊一聊。那么首先我们先请堪布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您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接触到佛法的呢？有请堪布。好，谢谢各位观众啊，主持人，还有吉米多吉和西饶啊，大家好啊，我就是用你们的这个藏文的名字啊。那我自己呢，就是什么样的机缘下这个认识佛法和遇见这个佛法呢？当然我们这个从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肯定和生生世世的因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些说法啊，今天我们遇见莲花生大师的教法，有可能是当年10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就是来到西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传法现场的一个蚂蚁或苍蝇，至少是有一种因缘的一个机缘成熟的情况下就遇见佛法。但是呢，我个人呢，就是这一生的这个遇见佛法和认识佛法的这个过程呢，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一个藏人，藏人的99%的整个的文化、生活、生态都是本身就是一个佛法的环境。而且我也刚好那个时候在藏地就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个时候，所以大家都积极开始要重建寺庙、学习佛法的那样的一个时段，这是一种
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一个大幸。所以呢，从父母和从邻居、从部落，上上下下都是这个有一个浓厚的这个修行和学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气氛。所以我呢不知不觉，这个就是也是我的信仰，也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文化。这是大概是我译经佛法的这个过程。那谢义师兄呢？大家好，很荣幸就是受天父的邀请，然后可以来到这边来分享我在学佛上面的一些经历。那我自己接触到佛法的机缘是源自于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佛弟子，他们有接触显教，然后也有接触密宗。大概在我出生后5、6岁左右开始接触藏传佛教，那都会去就是参与法会去当志工。那么在那样的机缘底下，就认识了噶陀的一位仁波切。后来就是仁波切就问我要不要去印度留学，去印度去跟尼泊尔读佛学院。那后来就是辗转就到印度跟尼泊尔去学佛，大概是这样子，我的经历是这样。那玉启师兄，你的学佛因缘又是怎么样的呢？OK， 先谢谢 Kimberla 的邀请，然后有机会能够来到这个节目。那说到我什么样的机缘下可以学习佛法，其实我跟上一位谢义师兄的机缘是类似的因为我们家的我外婆跟我妈妈都是很虔诚的佛弟子，所以说我小时候受他们照顾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可以在家里面接触到比如说有观世音菩萨啦，然后他们会做早晚课啊，然后他们每年会定期去参加一些那时候是汉传佛教的寺院去参加一些活动法会课程。那我那时候很小，大概3岁左右吧，就被带着去，那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小时候其实不太会有什么宗教的思维，但是就觉得很亲近哦。那我觉得我要讲的是家人给我的这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怎么让它继续长下去，其实就是有一个善的循环，因为家人带领我接触，我接触了之后我喜欢，然后家人给我鼓励，然后这个鼓励跟喜欢会变成一个善的循环，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动力，就这样子走下去。对，这是我的可以分享的我接触的因缘。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玉启师兄那你觉得自从你学佛过后，那佛法如何影响你的生命？那佛法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着怎么样的一个角色？OK， 这是一个大哉问就是佛法怎么影响了我的生命？我是觉得我想我自己本身主观的感觉，还有我身边朋友的感觉，应该都会把我跟佛法好像扣得蛮紧密的。我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但是总是有一种色彩是跟佛法相关的所以说佛法怎么影响我的生命的话，我会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如果我们玩手机照相不是会有滤镜吗？等于是我好像套了一个滤镜，那我所见到的，我所接触到的所有事情，其实我都可以用佛法的思维去思考。所以说它影响我的生命其实是方方面面的，它有点像价值与信念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外在，而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去体现的东西，所以它是方方面面的。那它扮演什么角色？我会觉得说刚刚也讲了，就是它是从内而外的一种精神性的一种领导性的，所以它不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 object 是可以让我扮演什么角色，而是我因为这样子，所以成就了现在这个样貌。好，那当然我也有我的盖障染污所以我现在不是一个完美的状况嘛，我还是有很多的妄念满天飞但是也是在佛法的熏陶下，我会认到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佛法给我很大的启发。那玉启师兄，我想问一下，刚才你有提到说朋友
就是会把你和佛法扣在一起，对吧？是。那你给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和印象，你自己是喜欢吗？还是你会抗拒呢？就觉得，你看我就是一个佛教徒这样子的感觉，还是你有怎样的一个感觉？ OK， 这好问题哦。我想，我认识的一些学佛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有一点排斥说让别人知道他在学佛，他们会有一点那种刻板印象在里面，让他觉得说被认到这件事情好像是有点，好像很奇怪。好，那所以我就提回去这个问题，可以扣回去我第一个回答，就是说那个善的循环，因为我在我生命中学佛的经验是被鼓励的。然后我遇到了好的老师，我遇到了好的家人，那他们鼓励我做这件事，我也喜欢做这件事。那在这个善的循环里面，我的体现就会是快乐的。所以说，当朋友们认识到我，他等于也认识到我跟我的信仰。所以，我的体现如果整体而言是快乐的，我想我没有什么好觉得这需要回避。好，比如说，如果我跟朋友出去旅行，该做早晚课，我也就从包包里面掏出一支香，那个打火机点了，我就点出去，开始念我的烟供。朋友们一开始会觉得奇怪，但他们也逐渐的能接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也会借此机会跟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在做什么，这样。那谢义师兄呢？那您是怎么看的？就是佛法如何影响你的生命，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吗？其实我的经历跟刚刚玉琪师兄是很雷同的，因为我们的学经历也很像，同样是台湾的小孩子，然后就是在小时候去印度跟尼泊尔去学佛。那这个问题呢，我个人我会把它倒过来回答。我觉得在我的实际经验里面比较契合。我觉得佛法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在我的生活当中，它扮演了就是刚刚玉琪师兄讲的很像是滤镜，但是我觉得比较像是眼睛跟我的思想。因为我从9岁去尼泊尔，然后12岁到印度进入佛学院，然后一直到22岁从佛学院毕业，一直都在那边都没有回来，因为都没有回台湾。对，就是整整13年。等于说我整个思想，我整个成年的那个心智成熟的那个阶段，其实都跟藏人的文化还有佛法是紧密的扣连在一起的。所以在我22岁回到台湾。出社会，然后我们台湾要当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会习惯性的用我以前学的佛法的角度去面对，去看待很多事情，所以我的待人处事其实就在印度佛学院，还有在尼泊尔的那个阶段都已经塑形，有些定型是那样子，所以佛法在我的生活当中，它我所有的价值观都是跟佛法是密不可分，会习惯用佛法去看。那直到这几年，大概这1-2年，我就是在卡西仁波切接受到很多的法教，然后仁波切他很慈悲，然后很讲出菩提心、慈爱、慈悲。所以让我把那一种很佛法，就是对现代人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挂在墙上很高在上的一个标准哦，就有点下放，变成一种是跟人的一种相处，一种慈爱的循环啊，大概是这样子。那佛法如何影响我的生命？其实主要就在于我是以佛法的各种的道理去与人互动，所以我在做任何的判断抉择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用佛法的角度，比如说菩萨道里面夫子心也是仁波切很常讲到，然后小时候也学，所以会觉得说我们要如何的放下自我啊，不要贪恋今生，要尽量的寻求解脱之道，大概都会以这个导向去看待，所以其实是影响的方面蛮广的，对，大体上是经验。
那谢谢师兄。那堪布想请问一下，那你从西藏到了印度、台湾，一直到现在的澳洲，那你觉得佛法对你的生命是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呢，确实是特别大，因为从情感上来讲的话呢，佛法除了我的信仰，也是我的文化啊，所以可能会从小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背景，所以就我觉得非常根深蒂固的。尤其是我刚到台湾，我当时写这个走向世界的什么西藏木桶的时候，西藏木桶，对，一开始我分享我的故事给同学啊这些师兄师姐们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认为我所经历的都是很一般的一个人的经历而已，明白吗？但是在台湾比较那样的一个报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长大的，很多人就是有点难以想象，无法理解。因为我是从小很贫困，然后这个去学习佛法的时候，其实可以称得上苦行这样的一个，并不是我的毅力太强，但是因为环境太有局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一个环境。再加上呢，就是甚至就是那种监禁啊，还有这个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对，我所有的经历都是比较不一样。那后来呢，我自己的人生也有各种变化，所以我这个人生当中的经历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戏剧化性。确实。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时时刻刻，我算不上是我的修行境界多高。但是呢，我觉得都是很欣然接受，很自然，而且过去的任何都几乎在我的心里没有什么阴影或者留下的什么怎样，都是好像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有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天天都是这种笑嘻嘻的，就是内心是很快乐的。我觉得这个是，而且无论任何看到什么外在的，自己身上都是看得开，想得通。我觉得这也是佛法的一个影响啊。从生活面来讲，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本身呢有一个认知是，在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年轻人或者这个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生活有两种生活，就是一个是精神生活，一个是物质生活吧。那精神生活信仰佛法的这个主要的教导的慈悲和智慧，无论你能吸收多少，这是你的事，但是也扮演了生活的一半的角色。对，这是我的看法。堪布，我想问你，当你在跨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你不怕吗？你不怕死吗？就是佛法那时在你的心到底是就是起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作用，让你有这一股勇气去面对完全是未知的一个未来？所以几年前我记得大宝法王有分享过他自己的一个这个，我好有应该是书里面写的还是在开始里面讲的，我忘记了。但是一切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都是因为信仰。信仰是一种力量，它应用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其实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所以呢，我们当时呢要去见自己的根本上师，见到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些有这种佛法上的一个理念和信念的时候，其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对，所以这也是信仰的力量，只能这样说吧。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事。随喜堪布。那么想接下来。后来我写了一首诗，这里面我形容喜马拉雅山脉的这个雪山呢，是一个卧在地上的一个道，就是一个茧，你踩到可能会就是你的脚就完全吃地，就是这个手上的那个非常严重。但是呢，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专门是选择冬天。
那这个危险性是特别大，但是这个我们就不用分享这个细节，因为太长了。是，那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聊。好，那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我想问一下于琦师兄，那我们都知道你曾经接受过传统的3年3个月闭关的修持那想请问师兄，那您是如何把您所学到的佛法和身边的一些亲朋戚友来做一个分享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是怎样的一个方法？ OK， 其实3年3个月的闭关，它只是我就是此生学佛的其中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起点或是终点。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我从小开始接触佛法嘛，那在读书的时候，我有很多同学朋友跟我接触之后，感觉我好像跟佛教比较亲近，所以他们有什么心理的什么事情，就好像跟我讲，我就变成了某一个垃圾桶。那我也听啊，我就听一听之后，我会想说，他们这个烦恼啊，其实可以怎么去思考，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好，那我就可以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这个烦恼啊，应该可以从因缘或因果。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时空的观念太小了呢？所以你就变成说你困在那里面。OK， 所以我在读书时代，大部分都是用这样子比较逻辑的、比较思考的，去陪我的亲朋好友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然后把我所知道的知识帮他们串接。OK， 那3年闭关，当然就有很多的仪式的学习，比如说很多的修法，然后有很多的修持，其实那是自己的事情。那当然回到台湾之后，就会有一些亲朋好友，比如说他们想要修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些问题比如说烟供可不可以这样做？那烟供要先点火还是先拿出去？这就是一些这种比较细节上的比较细节上的，对，比较像是技术上的问题。但是你从人家问这个问题，你就会知道说他们其实没有抓到这一个法想要告诉他们的要点在哪，所以他们就在很多的细节上面就是晕头转向。那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供他们说其实原则是什么？如果你们把原则把握，其实这修法是很美的，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把你的身体跟你的心放在这个修法里面。所以我会在这个3年关之后，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多了一个助教的身份。比如说他们不太懂的，我会知道说你可以去请教哪位善知识，我会比较懂的行情了，我就可以帮忙引介他们往哪里走。这个是就是3年闭关后的一个差别吧。对。那刚才通过简介呢，我们都发现到祥义师兄在9岁就前往尼泊尔去印度两地学习藏文和佛法。那么现在师兄还发心做好多的藏汉翻译的工作。那我想请问一下祥义师兄，就以您学习藏文的经验来说那么通过汉语来学习藏传佛教和直接用藏文来学习这个藏传佛教，那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吗？祥义师兄。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子因为语言跟文化是很紧密扣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问题我回答 yes， 就是有，它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用汉文来学习汉传佛教的这些经律论是因为有很多佛法的概念，比如说像印度释迦牟尼佛他传法之后流传到西藏，他会跟西藏以前一开始是本教嘛，跟他的仪式，比如说像做多玛，它也是本教的一种，最一开始是从这边来的，做狮子用藏巴捏成多玛一种形状。那传到汉地来，它会结合汉地的文化，比如说像就是好像是在梁武帝那个时候就要吃素等等的规定，那么这些都会跟文化串联在一起。那么
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是藏传佛教的经论，或者是藏传佛教还有一个很深奥的法是序。那当我们在讲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序跟密序扣连在一起。那序这个法，它在藏地其实会有很多的词汇，很抽象的，跟禅定还有我们新的心性有关系的这些词，其实在汉地是没有的。所以如果用藏文去学习这些法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而且因为语言跟文化是扣连在一起，就像我刚刚讲的，所以藏人就是用藏人的这种习气去学藏文的这种经论的话，相对会比较来的容易。这个概念我觉得有点难叙述，我可以说一个举例哦。有很多其实藏人他们从生下来就带着的这种习惯啊，对我们汉人来讲，我们要花好大的气力去培养、去建立这样的一种习惯。那对于藏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我大概在高中，大概16、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身边有一个仁波切，是我去印度之后很照顾我的，他跟我同年，我们是同班同学。他那个时候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很叛逆嘛，他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你不是已经学了风子行吗？你不是学了劝解王颂吗？就是龙树菩萨的亲友书，然后你也学习了入菩萨行论。那为什么你对于红尘俗世还有这些念头跟执着？他所谓的执着是，我会去规划说，我学院毕业了之后，要怎么样啊？要回台湾吗？要当兵吗？要怎么样吗？就藏人他除非学习佛法，就是次第性的去学习，不然他很少会对就是明年要做什么有太多的规划。反之，我们汉人在这方面就规划的，就是一丝不苟，然后要恰如其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很截然不同的。藏人他在出生就对于无常这个观念是非常的根深蒂固的，类似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没有那种理解那种文化，没有跟藏文的这种文化语言扣连在一起，去读藏文的佛经，会感觉好像缺了灵魂的那种感觉。对，所以用汉文去理解有汉文这种有一些世俗概念的好处，但是如果用藏文去理解的话，其实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法的脉络，因为传承是很重要的，就是藏传佛教尤其很注重这个传承。对，大概是我的心得是这样子，就是会有这两个差别。刚才师兄你有提到说序，我想问一下，这个序和论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序的意思是不是祖师大德所立的一些论呢？他们有同样的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序，其实，在堪波面前，我是有点班门弄斧。没关系啊，我们就谈天。对我所理解的论呢，其实是大多是在印度的祖师大德，比如说像释迦菩萨、无著菩萨，他们流传下来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无著菩萨是类似于转述，比如说像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那就是传给无着菩萨，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讲无着论师，那再由他就是在宣讲，然后记录下来。那论的话比较偏向于这方面。那么序的话呢，我根据我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还有曾经大概讲解过，在大藏经里面会有一些序，早期在唐密那个时候有翻译成中文，那个时候大多会以大教王经
就是我们现在讲是什么什么起金刚根本序啊，什么什么的，我们会用序来命名。那早期那个时候就用大教王经，什么空智金刚大教王经之类的，他会用大教王经来作为序的名称。这个是我的老师他跟我讲，但序它其实本身跟论是有一些不同的。序的话，我的理解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看很多书，但是我浅薄的理解，据说都是来自于就是报身佛金刚总持对所传下来的，所以传承的来源就会有不同。对。非常感谢师兄为我们很详细的讲解。我想说，如果有讲错，再麻烦堪布拉纠正。堪布来为我们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这个我可以补充第一个没有错这个序的部分一开始翻译成这个中文的时候，很多时候都用进，但是藏文里面的序和进词就是玉和诺。也就是先宗的部分的佛说，主要是金刚宗旨或释迦牟尼佛说的，包含这两个，还有就像宁玛的话，不相忘如来的，那这些主要是密法的部分的这个佛经叫做序，显法的部分叫进，所以先密来说序和进，大概是。就是以显密来区分，对，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堪布就想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那就是你在2010年，那正式到台湾学习中文那么在前几年的一次闭关当中堪布您不辞劳苦的以藏文翻译了汉传禅宗的这一本《六祖坛经》。那么想请问堪布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你选择翻译《六祖坛经》这本巨著？那你翻译《坛经》当初的出发点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听过《六祖坛经》这个名称，应该是有一次这个泽正罗珠堪布讲发际赞龙树菩萨的那个时候就是讲到六祖坛经。那后来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去学习和有这个方面没有特别接触六祖坛经进一步的。但是我在闭关的时候呢，我想先呢做一点功课嘛，就是虽然呢，这个我们本身自己修本尊都有自己的本身的功课，我们都可以说是已经很熟悉，但是呢，专门针对这个禅和禅修方面，次第的我想去看一下。那个时候我去看了两个，一个是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讲安置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系统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我就去看了这个六祖坛经，因为是禅宗嘛，毕竟是禅宗的根本的一个论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就是爱上了这个论著。所以呢我就开始呢，就是我第一篇翻译完的，不是翻译完，就是第一篇翻译的之后呢，我还没有看过第二篇。然后呢，从头到尾翻完了，再重新看的时候，肯定是很多有错误，然后一直改，就是这样的，慢慢就是想办法了解真正的意思，然后就是这样的去翻译的。那就是我，然后另一个，我为什么坚持要完成呢？其实呢，我们藏传佛教在汉地，尤其是就像在台湾这样的这个东南亚的很多的华人的地方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学藏传佛教，还有很多上师呢也去教佛法。但是真正要教佛法呢，应该要更进一步的要了解他们的真正的这个文化和这个佛法和思想和各方面的一个背景，这样你真正能够
懂得怎么去讲经说法和怎么去懂得他们的这个思想背景，这是一种尊重，这也是一种真正的这个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翻译了。我刚刚那个金美都就说的，我也非常认同。就像有些藏人的根深蒂固了的一些概念，他很难表达出，这个别人很难理解的，其实是用这个语言是可以理解的，容易的。所以就像中文的部分也是这样，我最近也正在努力翻译这个《道德经》，也是所以就是这个是更难了，但是还是在就是想办法理解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都是我想为了真正的，因为现在都讲汉藏佛法交流或者三大传承就是彼此要尊重融合，那融入那这个是真正的是我要去真正的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佛法。这个是真正的一个了解方式。那堪布，我们都知道您现在是安居在澳洲蓝山。那请问堪布，您身边的一些澳洲人，或者是我们说洋人，他们一般对藏传佛教的这个认识是如何？然后在推广这个藏传佛教的同时，那有什么方面是我们可以加以改进或者是提升的吗？堪布？这个部分呢，虽然呢，西方人学习藏传佛教的历史很短的，人口也应该不会很多，但是我最近看到，在台湾，有一个教授写的一个文件里面，他说，在台湾呢，我们华人区的藏传佛法的理解呢，停留在信仰层面。所以真正的学习和研究的部分其实是落后于西方的这个藏学家或者这个藏传佛教的追随者还200年。是这样，这样说的啊，他说的啊，这是一个参考。无论如何，我觉得就像西方呢，有一些集体就是3年3个月闭关的，西方的时间是看起来他们非常忙碌，非常没有时间的，但是呢，有时候是看到集体他们这3年3个月的闭关，还有很多西方人呢，就是会说藏，就是接触过藏传佛教的当中呢，很多人呢就是都会说藏语。最起码呢，很多藏传佛教的关键的很多的冥想他们都能够用藏文说出来。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华人呢，就是比较少了一些。就像我也希望这样的3年3个月闭关完成的年轻的这个台湾人不常见，马来西亚更不常见。对，那金密都这样的，他们就是这样的，有学习藏语这样的这些华人里面就比较少见。我相信应该也许是华人本身的佛教背景比较浓厚，所以很多佛法这东西已经在汉语上面，他们可能是就是不用强迫去学习藏语，有可能是有这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这个方面呢，虽然呢信仰上的这个对佛法的信心和这个劣迹质量啊，这些布施啊、放生啊、烧香拜佛，全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法的一个修行的一个生活的修行。但是呢，更深入的要闻思修的话呢，这个方面其实是有时候是反而呢，西方人呢就是做的是不错的，更精进一些。对，有些是有这种现象，我也是长期观察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的，而且他们医学就是非常认真，大部分，而且他们没有别的一些交换性的这种一些想法。我们东方人有时候是这个民间信仰和这个佛法呢，就是一直离不开的嘛，所以就是这个层面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对对，那谢谢堪布。那么就如堪布刚才有说到说，我们2位来自台湾的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那在这里想请问2位师兄哦，你们认为一般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对佛法是抱持怎样的一种看法和态度？那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经历这个新冠疫情过后
失业潮是不断的攀升哦，大家心里都非常的焦虑。那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时下的年轻人？然后要如何用佛法和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有一个连结或者是结合呢？那我们请师兄玉琪师兄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OK，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它有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觉得说人们会用年龄分，会用性别分，会用种族分哦，这样。那如果我自己碰到的状况是，其实不分年龄，当然因为我的年纪的关系，所以我的同侪有很多是年轻人，但其实不分年龄的非佛教徒，如果遇到我，然后他们对佛法的看法，其实是通常都会很刻板，然后会觉得很多规矩，还说，哎呀，那要不要吃素啊？那你是不是要皈依啊？那你是不是要做什么事情啊？哦，那你一定要每天拿那个法器这样做吗？会有很多的刻板印象。那其实我觉得佛法它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广的时间跟空间的看法，所以那个维度完全不同。当你去思考一个人的人生，只思考这80年，跟你思考这个生生世世，那完全是两回事啊！那痛苦也不会在一个地方一直掉下去。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年轻辈的人来讲，我觉得以年轻辈的人来讲，像如果像台湾呢，像台湾年轻人其实遭遇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其实蛮难解的。比如说找工作啊，比如说社会上的一些结构没有办法扭转啊，然后比如说他的爱情啊，他的生活啊，他跟家庭的关系啊，常常碰到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去疏导。那当然可以咨询那个心理咨商嘛，走心理治疗这条路也是管用的但是我觉得根本上是在于说他的心嘛，他的心有了一个状况解不开那其实对治心的问题最有效，我觉得最有效率，然后最能够圆融没有破绽，没有逻辑破绽的一个对治法就是佛法。所以说我会觉得佛法，如果佛法要怎么帮助时下的年轻人，应该说时下的年轻人遭遇了什么问题，然后他们会愿意去亲近佛法，然后用佛法来变成他们生活的一些解方，然后他们就可以去先以欲勾引，后令入佛智嘛，有一句话是这样讲。所以你先解决了他们燃眉之急，他们就会想，哦，原来他可以这样做，那他就会进入进去。那当然我也是很期待说，我们有很多的佛法导师，像 Campbell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怎么接触到的呢？我在网络的 Facebook 上面知道 Campbell 的，然后我去参加他的课程。那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一位特别的一位佛法导师呢？他参加了台湾的那个大甲妈祖绕境，然后他会去淡水河边的咖啡店，然后写诗在上面，我都还记得。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位佛法导师也太特别了。那有机会我就用网络就是讯息他说那这样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听您的课？这样，所以后来我到了台北惠伦去参加一阵子的 Campbell 的课。对，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年轻人们如果有这样子活泼的佛法导师能够跟大家接触的话，其实会很有效果。对，我还记得堪布有针对这个妈祖绕境还有写过文章，对吧？堪布是的，我记得我还有看过。对，我这妈祖绕境这非常特别，应该是当妈祖老大的一天因为呢，有一些佛法的这个弟子觉得，我们学佛之后不应该拜神拜鬼，不应该这个什么。有一些人呢，还是觉得我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要天天就是我要修护法。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都有一个误解的地方。一个呢，我们实践的，比如说天龙护法，我们也可以只是烧香拜佛和求一些帮助用白话来讲，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不能把它当成皈依经。
对，所以呢，你和他打交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什么样的一个层次，这个是佛法里面是讲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妈祖在台湾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部分。而且呢，就是他就是一到家那个什么绕境的时候，就是几十万，有时候这个信众呢，就是有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力量。所以我在台湾。我们也口口声声也说，我们就是很喜欢台湾人、台湾的文化。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了解一下他们在做什么？明白吗？这个这种体会，这个是真正的这种，也是我是这个认识台湾的一个方式。我还有就是土地公那边有一个什么这个马拉松，有一个活动，我也去过。还有我也去过参加过龙天寺的那个有一些，所以我都有去看，这是我的一个做法吧。对，我也相信堪布你这一些比较就是特别的一些方式，确实是接引了不少人学佛，觉得真是非常特别。那我们请谢义师兄。经常看那个 Facebook 啊，虽然我的动机上并不是真的在玩。我觉得这个网际网络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尤其是现在自媒体这种呢，又是一个可以说是免费，但是可以接应很多，这是一个广结善缘的方式。但是刚刚听到这个西拉布拉说这个他透过这样然后认识我，就是参加，我觉得也许我这个花时间有时候看 Facebook 也。至少并不是完全的浪费了，所以有点安慰的感觉啊。而且那个时候他是在台大的那个台大嘛，对吧？台大的这个对，那时候台资啊，这样的，我通过这个 Facebook 吸引了这个台大的才子，那就是很好了。不敢。那在这里读研究所的时候嘛，对吧？是，对，OK。那想请问一下谢义师兄，那对于你身边的朋友来说，你会不会主动和他们分享佛法呢？还是你是比较是属于一个被动的角色，有人问你呢，你才会分享这样子？谢义师兄，你的这一种做法是如何？我自己的话其实是有就是起起伏伏。从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我身边的人，因为我家里其实是我父母是学佛，是佛教徒，但是我身边比如说像我奶奶啊，我叔叔他们就不是那么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也算佛教徒，但是没有那么深入，所以其实会针对我去印度佛学院这一点，其实是除了父母以外，亲戚是比较不赞同的。那回来的时候就接触我奶奶跟我叔叔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主动提到，但我会透过自己的行为去让他们感受到，其实小孩子从小时候学佛，其实他能够在精神方面能够富足。这个可能就是会待会的一个议题哦。首先，我们先回过头来谈我是怎么去以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跟人互动。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就不会特别主动去分享我的理念、我的观念，但我会跟朋友说我是就是佛学院毕业的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说可能跟哲学、心理学相关的这样子，因为其实很多人当时我在当兵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藏传佛教是什么，他们说喇嘛教是吗？这样子，他们觉得我这样问，对，那就是可能要费很大的一番功夫去讲。那总而言之，就会跟他们分享说，其实是佛教是会有从印度传到西藏，那跟传到汉地其实是没有差别。那汉地的我们就简称我们就称汉传佛教，大概简单解释。
因为基督教大家比较熟，所以我身边的人很多都基督徒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那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主动知道我是佛教徒，我觉得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他会喜欢聊的，那我就会跟他们聊。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好处是比较，比如说我很愿意去用我觉得很好的，我觉得佛法很好，那我愿意分享给你，但是有时候他不见得会很欣然接受，所以通常都是他有家人往生，或者是在感情受挫，遇到什么样的难题的时候，他才会寻求精神方面的一种依靠。对，那个时候他才会来找你。但是我想说，我跟他说分享我是一个佛教徒，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佛教的话，就是一个类似哲学跟心理学的，就是类似于抛砖引玉，等于说递上一个名片，然后至于说你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连接，我觉得这个是随缘。我是比较倾向于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对。对。那我想请问各位嘉宾啊，你们在修学佛法的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段法教或者是佛法上的智慧，曾经深深触动过你的心，为你带来一股无形的力量？我们请康布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问题呢，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我很难说是某一个东西就是让我就是彻底就是好像这个敲心啊什么这样的一个豁然大悟说不上是这样的。但是呢，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有2个著作我就是经常呢，就是应该说是我时时刻刻能够想到，或者能够无论是新著作，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这个无论是想到从哪里，第一品、第二品、哪一个章节都不重要，就是给我很多力量和鼓励的有2个，一个是《如菩萨行论》，另外一个就是《法界宝藏论》。那这2个呢，我自己也从小一直念的嘛，所以呢就比较熟。我就有时候想到那一句就是句子，有时候我甚至呢就是我遇到的那个场景和那个情况的时候，就是能够关联到它的相关的一个这个寄送部分，然后就是这2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就是经常我自己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修行的方式。是这样吗？那玉琪师兄呢？玉琪师兄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接在 Campbell 后面讲这个题目实在压力很大因为我觉得老师在前面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一个好的典范哦。那我觉得可以分享是我小时候记得我跟家人去汉传的佛寺，我看到墙壁上面写4句话，那时候只知道读那个意思但不太晓得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小时候看黄色的底，红色的字，我想说那好像很简单的诗，我把它背起来好了。那我记忆起来之后，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现在有我的朋友问我说我现在觉得佛法是什么，我可能就会用这4句话来回答他，因为学了好多，其实怎么样就是我会觉得说就回到这里包括说我在3年闭关的时候学了好多很深奥的法，那有没有办法学得动，这个是个人的福德跟智慧。但是我觉得那些林林总总的法教们这么多，其实对我来说到最后我都会觉得
还是回到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你怎么样把你的五毒给熄灭？你怎么样让你的人？你怎么让你当一个更好的人？好，然后当一个更好的佛弟子，然后去帮助其他的众生。然后你要把你自己自尽其意嘛，你要把你的心给不论是用忏悔，用什么法门你认识你自己的心，然后把它弄干净了，那这样子就是一个佛法的世俗佛教。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印象，但是我长大了，我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好重要哦，这是4句话，很简单的4句话，对。那谢谢师兄。那您的看法是怎样？佛法有带给你怎么样的一个感动吗？其实很多很多，就是会让我怎么说，身毛喜竖嘛，就是会起鸡皮疙瘩那一种，就是很感动的那个刹那，其实发生过很多。从开始在教，因为小时候我在佛学院是不懂，然后我们大早就要起来就要开始念经背经，那个时候不懂，所以直到我开始会有老师教里面的意思之后，就是蛮常会有的。那一时问我其实因为都很珍贵，我就没有办法挑几个，不知道要怎么挑。但我最近接触的一次，我可以分享是我老师他讲过一句话，那他是有一个由来。那他讲那句话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把大藏经搬回家都不用舍全身。他这个典故是这样子哦，就是过去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之前，那投生一位婆罗门，那很精进很用功，所以天上的天王帝释天，他就看到就很惊讶，他觉得这个人很精进很努力，他就下凡，然后在他不远的地方化为一个罗刹鬼。他就讲了，其实跟刚刚玉琪师兄讲的也是寄送，就有点呼应到那个时候罗刹鬼他讲他就送了一个半偈，他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他就讲了这样子。然后婆罗门听到他就觉得很深奥，他就赶快跑去看是谁在讲，然后就寻到罗刹鬼，就问说刚刚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是你讲的吗？他说是。然后他说但是这只有2句，那他的下半句是什么？然后罗刹鬼就说我很饿，没办法讲话，我已经饿了好多天了。那他说那简单啊，婆罗门就说那我去找吃的，但罗刹鬼就说我要吃热的有鲜热气的肉。那婆罗门就不假思索的说好，你把下半期给我，然后我把我的身体血肉供养给你。然后罗刹鬼就说下半句就是生灭灭以其灭为乐，所以整句偈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其灭为乐。那当下那个婆罗门他就是把他的血肉要供养给那个婆罗门。那当然婆罗门他后来就是转回原本第10天的形象。那这个偈词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学习翻译，所以法教对我来说是就像我很珍贵，就是放在心头的那种珍贵。那会觉得说以前的祖师大德都是这样子苦行，对于法是这么的看重的。那半句偈他就是可以舍命去获得那半偈。那所以老师就说，现在我们其实是有很大的福报，我们把大藏经搬回家都不用舍全身。我在听到那一刹那，其实是很感动，会想要落泪的那一种，所以就让我有很深的感触。对，这是最近一次。对，就是让我们对佛法有更恭敬的心。是，然后其实佛法刚才，对，就是他的刚才坑布也讲维系他的很难以言语的地方。
对，其实刚刚玉琪师兄也有讲到说，就是法它的深度跟广度的维度，其实是因为我们既有的文化形象去局限住、去定义，但不仅于此，大概是这样意思。对，那我们来到了今晚最后一个问题了，时间过好快哦。那不管是一起师兄，或者是祥义师兄，他们从小就远赴印度、尼泊尔学佛，那现在更是把所学的一切都奉献在佛法的事业上。那泽仁宅西堪布则是从西藏、印度、台湾、澳洲一路走来，孜孜不倦的在世界各地和不同的人分享佛法。那我真的很想知道，三位是以怎么样的一个信念，让您有力量以佛法事业一直走到今天呢？我们先请谢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信念吗？其实是我觉得是上师的加持，是上师的加持。我一开始是我去印度，是有仁波切问我要不要去读，然后我就过去。那后来就是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回到台湾。那因为都没有见到家人，就是可能只有我妈妈会几年碰一次，所以对于家乡的想念等等的原因，会让我就是有对于学佛是起起伏伏的。直到后来就是身边的拉玛拉，然后天部跟上师他们反复的去引导我，然后让我真正体验到修行的那种感受，延续到今天。那这是我自己对于学佛的学佛修行、修解脱，然后这方面的心得。那至于为佛法的贡献，则是我自己的上师他嘱咐过我有能够有就是懂这样的语言。那对于完全不懂藏语的佛弟子来讲，如果要学习藏传佛法，其实我已经是头洗一半了，对，或者是说我一只脚已经进去了，那我就应该要就是不枉此生，就是要好好的尽自己能够尽的责任，让这辈子都变得有意义。其中有一位上师，就是也是老天波慈兄的主，以前有曾经有幸见过那个天波拉，那他有跟我讲过说，你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应该要好好的去善用它，因为这是你累世的累积的福报，对，应该要这样让它相续下去。谢谢水喜师兄，那我们请玉琪师兄。我很随喜谢意的这个经历啊，那常常跟他工作都会觉得，他藏文真的很好，所以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他哦。对，那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有没有一个力量让我一直持续走到今天？我觉得总归来讲是快乐，快乐。当然，尊者说过了哈，他说过就是说，人生以追求快乐为目的嘛。那很多人不只读到第一层意思，会觉得说，那我要追求世间的快乐，其实是我们要追求解脱的快乐嘛。那这个快乐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上师噶千仁波切常常跟我们讲，就是痛苦的因来自我执，然后快乐的因是来自慈悲。所以我要讲的快乐是你在试图理解众生，然后试图去希望众生快乐，你希望众生不要痛苦，这就是慈跟悲的定义嘛。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不会就是不会被枯萎的，你会一直会有新的力量出来。那我觉得也是回到我这个节目最开始讲的，我从小喜欢佛法，然后接触佛法产生了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说这个快乐的维持也是这个循环这样子滚到今天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学佛好，或者说就是在
法道上走着，你会快乐的话，其实这条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好迟疑，或者是会觉得说值不值得，因为你一直都是在快乐的状况里面，即便你真的有时候会很累，身体会很累，但你会觉得是值得的那这个是我思考起来，我觉得是我可以一直持续的力气吧，一个动力源。那我记得上个礼拜吧，应该是星期三。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晚上有上课对吧，干部？我们的入行论，对，我记得当天你特别忙是吧？一整天都有活动。那么过后就到了晚上，我在想，今晚的课会不会取消啊？可是干部竟然没有取消课，如果心里面就想，哇，干部一整天在外都那么的忙活动，晚上还给大家上课，你身为一个学生怎么那么懒惰？就突然间觉得其实非常的惭愧。而且从干部的身上，您的魄力，您带领大家在汇伦，真的是实际上是看到这一个力量。那就也最后一个问题了，就请干部您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力量让你支持走到今天？这个就是刚刚谢老师说呢，就是快乐，其实是自己就是在这个从中获得快乐，也另一个说法就也可以说是，这是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兴趣，明白吗？爱好，或者更高一个层次来说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自己的一个，好像追求自己的这个梦想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我个人呢，确实是对佛法呢，就是说不上自己相续当中建立了修正什么的东西，但是还是有一种热忱，这个是确实是有的。我刚刚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也非常赞同和就是西周说他在外面，他就是自己表现出他自己是学佛的，他不是炫耀自己是学佛，只是这是很自然的。可以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学佛的，那个精神是最起码特别。因为现在年轻人有一些呢，虽然是自己学佛，但是好像在面对外面的社会的时候，有点点那种回避的感觉。这个其实不太好的，因为佛法不是迷信，佛法是一种智慧和慈悲的一个很好，而且信仰本身是一个修养。是一个人的修养是可以加分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条件为什么需要这个回避的？所以呢，我是想让更多人，为什么大家都你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专门是在这个上面要讨论，因为我们要给更多年轻人他们这么优秀，他们这么都是有自己的这个想法的人，都是学佛，那我也为什么不学佛？甚至有些学佛的。这个概念停留在剃头一定要怎么样这种阶段嘛，所以呢，我是很希望我们的佛法能够推动年轻人，因为没有年轻人没有佛法的未来，没有，所以年轻需要佛法，佛法需要年轻，这个说法我是完全赞同的。再加上我自己上课其实也确实是，比如说我上个星期吧，在塔斯马尼亚，当然是唯一的星期也是星期日，也是就是专门去那边，可以说是一个度假。可是那中午是有课，我就必须这个中间路边找一个咖啡店，就是线上，该到上课的时候就必须就是这个讲普贤上师演讲嘛。对。还有上个星期他也是一整天的活动，那个就是办活动嘛。但是晚上呢，我还是不想中断。那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的话，真正的能帮助到他们。然后就是上次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台湾的2位中文非常好的2位这个干部和歌喜，我们一起有一个聊天嘛。结果那个歌喜就完了，他说不上是一些众生要离苦得乐，但是作为一个老师要恨不得希望他能够了解多一点，希望能帮助到他。
这就是他要该有的一个态度。那这就是我也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看到大家学的比较好，懂得啊，这个甚至听课的时候非常那种集中精神的时候，可能是这是也是老师的一个本能吧，我是很开心的。所以教课一开始就我不会觉得很累啊，时间怎么样，所以的，而且这个当中真的是有这个无量的这个智慧。这个佛法呢，这个从智慧方面非常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殊胜的智慧，所以这个当中自己本来就是确实是蛮开心的，所以这也是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原因吧。对，那真心的开心，真心的喜欢佛法，还有上师的加持，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一切呢，都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那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转眼我们来到了尾声了。那再一次感谢我们3位嘉宾出席我们今天的分享会。那我们希望这一段视频啊，能给大家在学佛的道路上带来激励，带来启发。在这里也要特别祝福堪布的佛行事业日益增上，所到之处呢，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佛法的喜悦和快乐。同时也祝福谢义师兄和一起师兄在学佛的道路上法喜充满，60吉祥。我们希望很快我们又会再见。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祝大家晚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时候